依然，你真准备去叫商户啊？他们会把你骂死的。彭书记特意交代我，要服从上级安排，听指挥，要注意团结，要忍辱负重。哎呦，真是要了命了！行了，你别跟我去挨骂，你赶紧回去啊，走了。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，大戏台唱戏，乱花冤枉钱。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，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，没想到啊，你也开始玩这套了。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，去当群众演员，你真能闹笑话。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，对咱们也是好事儿，对吧？大家相互配合一下，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。你别跟我们扯啊！领导要重视，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，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。对，小林，你当初来的时候，为我们忙前忙后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，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。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，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。现在你当主任了，你做领导了，那初心不能变，本质不能变吧？真的对不起大家，真的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他来喊我们，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去就去嘛，也不耽误什么事儿，对吧？还是之前说的，我们多支持小林的工作啊，也不要太为难他，对吧？啊，都不要再讲了，都不要讲了。好，谢谢大哥大姐，真的谢谢。小林，也就是你，换做别人，我把台都给掀了。嘘，得，行了，起来。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，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。好。来，热烈一点，热烈一点。哎，领导，辛苦了，副镇长，辛苦。感谢您呐，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。来，各位，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。大家辛苦了，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，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，很辛苦。我今天路过这里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。领导，上台说。不用了，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哎呦，领导，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？这都盼着您来呀，一刻一刻的，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，就是来看看大家。再过2天，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就一句话，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、精彩的，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。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，好吧？领导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，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啊。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，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，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，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，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。您看，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，了解了才能理解，理解了才能支持吗？那我就开始了。喂，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，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，先后召开了7次相关的会议，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，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，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。这里面呢，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，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，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。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。简短的，简短的。罗副镇长说得好啊，但不能光说，还要去做。过2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。请领导放心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。好了，我还要去工作，你们也都要忙，就不多打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由衷祝你们成功。哎，好，谢谢领导。来，大家欢送领导。哎，罗副镇长，啊，
对了，各位朋友，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，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，大家就回吧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啊。罗副镇长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，工牌也都不要带了，带弄脏了。另外，这拱门啊、舞台，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，有押金的啊。哎，罗副镇长，话没说完呢。你干嘛？国潮展区的经费呢？黄主任说给您了，钱呢？钱你看不到吗？这大拱门，这个气氛、舞台，还有这音响，哪样不要钱呢？不，都花了。没有啊，还剩点儿不多。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。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！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？我敢拍着胸脯讲，就没有1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。不信你可以查我呀。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。谁定的呀？你定的，林依然啊！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？我也得听你的。你搞清楚，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，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。搞笑呢！我干嘛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把这拿回去。哎，我话没说完呢，罗副镇长。算了，不是依然姐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其实啊，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呢，尽了力就行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？听起一句，算了吧。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，刚才啊，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。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，违反了财经纪律。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，接下来怎么考虑啊？我累了。彭书记也说了，确实太难为你了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他都能理解。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。廖主任经常跟我说，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，是我的问题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国潮展区停了，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。好好做吧。小林来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小林。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，我们大家也想你啊。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，说小林当了领导了，好久不来了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？没有，就像你那张嘴，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。小林哪是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啊？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来，是我的不对。你们都还好啊？好，我们好。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，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，让你带回家。许阿姨对我最好了。哦，薛叔叔在里面呢。在呢，快去。那一会儿聊啊。哎呀，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。小林，哎，谢谢阿姨。烫啊！哎呀，不，阿姨，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以后呢，用水一焯，再冻到冰箱里，一年四季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。小林啊，哎，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。
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，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，都在室内，其他的呢都在外面。哦，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。我看看，你看看。哦，这么大呀！旁边谁呀？哦，红星厂。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？能不能换一个？位置的话无所谓吧。给我们换一个吧，哪怕是换到外面，小一点都行。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。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，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。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您在外面不合适啊。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当然不合适了。老轩，你想一想，你是宣纸传承人，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，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？你得想一想，你合适了，政府也得合适啊，是吧？这样，要不换的话，你去，我就不去了。宣叔叔，您不去不行啊！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，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，必须得您去呀。小林，这事就算我求你了，您给我们换一个。要是不换的话，我真不去了。行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。谢谢。给你添麻烦了啊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小林啊，我听宣言说，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？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，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。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。办不成了？哎呦，那多可惜呀！哎，你们这个要是成了，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政府它有自己的规定，我们呢，就不要说东说西了。再吃点啊！哎，对。喜欢吃，就到家里来。谢谢阿姨。你看，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，还有这种发乌的，这都不能要，都得捡出来啊。哦。哎，你个大主任，你过来给我们帮忙，你不会耽误正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国潮展区不做了，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秀梅啊，忙里忙外的没时间，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，这可费了劲儿了。小黎呢？把心放宽一点，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。人这辈子呢，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，你就去做，毫不动摇。当然呢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是啊，宣叔叔，所以我特别敬佩您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。别的我说不来，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。其实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桃花镇呢，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。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，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。后来这20-30年，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。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。当然了，他是为了赚钱，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，每个人都想赚钱。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，就用龙须草来代替；嫌龙须草贵了，就改用竹浆；嫌竹浆贵了，就改用木浆。
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，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，于是就昧着良心，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、缺了8辈子道德的事儿，以假骗真，以次充好，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。宣叔叔，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您坚守这么多年，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？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。你比如说二虎吧，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，他换到了钱。我没赚到什么钱，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。当然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也犹豫过，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，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，有什么不好？管他呢。后来我一想，不行，我不敢，我不能那样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宣氏传人。什么叫传承啊？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，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。你人都做不好，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。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，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。您坚守的对。别，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，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。但是宣叔叔，您启发了我啊！我要向您学习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，都应该坚守本心，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。对，行，那你们先忙啊，宣叔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走了。我回头再帮你们啊。走了。啊。还指望着年轻人眼睛好使，多干点呢。这选了5分钟，聊了5分钟，这就走了。行了，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，他走，他也是正常的。就咱们2个老家伙慢慢干吧，别嘀嘀咕咕的。哎。宣阳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纸做的船啊？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要拿宣纸做船呢，奇怪吗？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？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，不叫船。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国潮展区呢，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，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，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，行不行？空手套白狼啊！你好好说话，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。你之前要租那些设备，大概要10几万吧。如果都换成你说的，哎，等会儿，不怎么花钱的，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。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，加上之前没干完的，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。那从明天开始4天时间够不够？别人不能，我能啊。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啊，你说。就是这部分的费用，你能不能先垫上？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。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？你行不行？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？我还你。你还我可还不行，那还得还点别的。我告诉你别过分啊！你看，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？我这还没想好呢。想好什么呀？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，看看会不会沉。
是就是呗。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4大主题，重新设定6大主题新方案，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。6大主题有国风剧场、墨韵战场、芷陵书院、笔阵茶歇，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。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，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。这样下来呢，我们的费用节省了1半还多。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，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！来，掌声！哇，叶璇你真棒！也没有很愿意了啊。不是这个墨韵战场，什么是墨韵啊？怎么个战场法呢？稍等一下，战场立刻呈现。哇！哎，大差不差，完成。就这啊？我问一下吧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还差一步。摆在大家眼前的，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，每一个9块9。哎呦喂！真好看。水墨炸弹呢，只是我们的引流品，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。拍卖。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，这幅2丈的宣纸画会不断的发生变化。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，他们可以及时喊停。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，起拍价299，价高者得。然后再换张纸。啊。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。哎呀，廖老师啊，您还真别不信，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、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。我想试试。来呀！我也想试试。我也试试。廖老师，成何体统？这里呢，就是纸墨配对墙区。这个场景就这1块板。不对，是3块。王浩，帮我一下。我们用3个板子组成了这个3面的几何墙。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，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，用笔墨写在纸联上，贴在这面墙上。笔墨纸砚体验装29块9。没错，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，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，2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。最后这名是哪位姑娘写的？可厉害了 ！OK， 我帮你们看，来。写联配对，遇见对的人。你们呀，想钱都想疯了。啊，我觉得不会啊，我们都挺喜欢的，是吧？哇，对啊，多有创意啊！这一片赞誉的时候，我就要给你们泼冷水了。这个文房4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，年轻人可能会喜欢，但是省市领导喜不喜欢，就要看你们的造化。廖主任，你真扫兴！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，谁让您浇这盆冷水啊？浇浇水没有坏处啊，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，才能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没所谓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对不对啊，廖老师？其实很多人啊，
只知道这前2句，还有后2句啊。主任，好呢您就讲，不好啊就不要讲了。什么叫好和不好？那您还是别讲了。行了，你讲吧，别憋着您了。河峡水鸡，人疾既生，明知山有虎，莫向虎山行。真是有够扫兴的。老廖，哎，何书记，接你刚才那2句话，还有一句啊，路不行不通，事不为不成，对吧？这倒是。书记给力，佛导老学究。所以啊，没有什么对与错，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。何书记好。哎，忙你们的，不打扰你。林然，走。队长。书记。在这美好的金秋10月，欢迎大家光临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。当笔墨纸砚这4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，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，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。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锋颖如刃，挥墨的拈来轻韵，宣纸的墨韵万变，设砚的今生欲得，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。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，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。本次大会特设3大亮点，这第1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。第2大亮点是笔墨纸砚4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、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。今天下午2点，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烟技艺。这第3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。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？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。风吹青檀树，雨落沙天河。一碗今夕思琴弦，弹出一首歌。铺开是月色，举起是云朵。一尺琼浆杨里波，老情谁写的？一首歌。文房四宝，当年王羲之拿它写《兰亭集序》的时候，他可是 C 位出道，有文化职称。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，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。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？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。哎，来大家。姐姐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墨林小妖。哎，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！放心吧，依然姐，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，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，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、溜达溜达，也能带动消费。放心吧。A42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？
肖会长，麻烦去处理一下 A42区啊，有游客发生纠纷。好的，林主任，我马上处理。喂，老秦，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。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，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，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，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，对吧？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不传呢？你为什么不来啊？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。我不喜欢凑热闹。哎，人多吗？多，比我们想象的都多。宣言，我们成功了。不是你成功了。哎，记着啊，赚了钱，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。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把你那纸船给我糊结实了，成了我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，生了这么好的孩子。是啊，你看轩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。哎，秀梅姐啊，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。好家伙，你们轩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，都抢。不要钱？轩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，贵得要死。贵，我也觉得贵，可是有人买啊。你们知道吗？那网上都卖到北京、上海了。哎呦呦呦！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！我们都好羡慕你哦。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。你想一想啊，我跟着老轩几十年，我享过什么福啊？你再看看你们，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，说一不二的，我都羡慕几十年了。秀梅啊！哎，嘿，满总，董事长来看老轩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董事长。哎，红星厂呢，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，取取经，学习学习。千年的宣纸，千年的宣家。要说咱们这一行啊，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哟，您看这老轩还没来呢。嗯，轩叔怎么没过来啊？哎呀，说是要过来，不知道忙什么呢。董事长呢，就是想来看看老轩。这十几年各忙各的，都顾不上见面。是，这次呢，就是想跟老轩啊好好聊一聊。明白明白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打，这就打，这就打。你坐。这文房四宝节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。刘岩啊，哎，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。嗯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那他要去就去呗，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他想干嘛就干嘛。师傅，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纸，您可搂着点儿，别装那么大。你师傅，不会装那么大，而且我也不会装。不过呢，既然人家这么主动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？是啊，就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，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。你过去跟红星厂的那些事儿啊，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！啊，展会上不行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，他没这个道理的。哎呀，永年，人家给台阶儿下，咱不下，可就是咱不对了，咱首先失礼了。这事儿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你别考虑了，你赶紧去好不好？
我天，你慌什么呀？你倒沉得住气。莫分五色，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，在这个韵味上表现的就特别好。你来试试。哦，哎呀，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？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？人家一直等着你，磨磨唧唧的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凡事儿都讲究个缘分。什么意思？啊？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，就是没缘分。什么？哎，老薛，哎，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。你们每家还差多少，包括交付的时间，都在这个表上。一会儿开完会，你们各自核对好。我就一点要求：明天中午11点之前，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来。这来不及啊！来不及啊！来不及！来不及啊！你这时间太短了，我只能说我尽力，我不敢保证。这时间太紧了，你再想想啊！知道啊，时间紧，但是任务重，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，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。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，还是买也好，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，明天中午11点之前，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。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，那对不起，我该罚就罚了。哎，那个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吩咐。后悔了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？过这村儿，没这店儿。哎，明哥，联系一下各位老板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，分给我点儿呗啊！你不是说不要的吗？你不是说不要吗？当初不是没看透吗？哎呀，哎，你说啊，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，而且他不要，这会儿舔着脸来了。行，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客啊，各位老板，给个面子，好吧？哎，这得看他请什么饭，对不对？对，请什么饭？你们吃肉，我喝点汤就行啊。那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基，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、混乱中找和谐、无序中找到美之后，最终的具象化呈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宣宝和纸基用圆盾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，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。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，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。谢谢你们能来，目的就是，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，看到他们便可以放松下来，因为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保持真我，保持可爱。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，是一名设计师，在你身边。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的，有态度。不再下手。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。希望宣宝和纸基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。今天是宣宝和纸基的首发，今天在现场购买的，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。最后，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。
古法子吗？对，纯古法。什么价啊？4尺2600，6尺3800。抢钱吧你！师傅，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？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，我还赔钱呢。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。哎，您是来看宣言的吧？他在里边呢，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。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有空的时候回厂子里去看看。哎。宣宝现在的手机是一个最新的系列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设计师给看有没有喜欢的，这是今年12叉系列，林黛玉这个是不是陈亚他们都在里边？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，也是特别好看。宣纸。好，大爷您好。你好。哎，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哦，宣宝儿和纸巾，您看看。这是宣纸做的。对对对，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，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，而且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岩老师制作的。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吗？这可不是纸疙瘩，大爷，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，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。我跟他倾诉。是。他会说话？不是，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。我们家10几口人，我要他给我陪伴。我请问一下，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？我们现在展会期间做活动，特惠价180元一件。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呀？是的，180。呀，老伙计，有年！哎呀，有日子没见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坐。好。哎呦，好长时间了啊！是啊，都忙。哎呀。哎呀，不喝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平时滴酒不沾。行，难得。哎呀，来，李元啊，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，关山还在学徒呢，你的事情啊。他非常清楚，他从心里还是非常敬佩你的。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。当年是当年，今天是今天。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，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。你说你还记仇？你记谁的仇？我根本没记仇，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。小石泉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1年，他非要去掌帘。我说哎，停下，这是违反规矩了。他怎么说的？
他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什么长脸抬脸的？搁这过去都是纸娃子，想请人学人家，人家都不学，然后他就说我，你拽什么拽？这话窝在我心里，说的是什么屁话？学做纸，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。你说我不该骂他，啊，我不该罚他站。按照过去来说，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，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件事呢，那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。听我说一句，我是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，希望大家能相信我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，行不行？实权就长了一下脸儿，他犯了什么错？至于罚站吗？就是。宣永年让实权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，他必须给实权道歉，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。啊，宣永年，宣永年，给我出来！来，宣主任，看看吧，来。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。刚才我跟你说什么来？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，看见了吧？你都看见了吧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你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说你今天思想认识有问题。道歉。我给谁道歉？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。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，我给他们道歉。宣永年，我现在一场不是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，立刻，马上，马上！要我这个师傅给徒弟去道歉？哼，有这个道理吗？我要真道了歉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？老轩啊，这都30多年了，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？是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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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轩永年心眼小，我放不下，我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呀，不是，老轩，老轩，哎，衣服你这别着凉了。师兄，师兄，啊，睡啦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睡吧啊，没事。老轩，还真是你啊！哎呀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？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。我一会儿就回去，一会儿就回去。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，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。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星厂，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，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就没有这个厂子。哼，你呢？
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。别说那些没用，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，真的。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你妈还在呢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，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。哦，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。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，她就跟我说：“秀梅呀，咱做纸的人家，少不了一个长帘儿，一个抬帘儿。这长帘儿的把握着方向，出力的是抬帘儿。这两口子过日子，总得有一个长帘儿，有一个抬帘儿。我给老轩家抬了一辈子的帘儿，利出的多，迁就的也多，那吃的苦就更多了。但是呢，这抬帘又少不了，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？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真没想到，我妈那么大年纪，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。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，我就明白了，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，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抬好了。那是，那是。哟，来，走，回家去。等会儿。看一下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，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。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。来了！来了！哎，都让一下，大家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心车！慢点，小心车！来，这边。来，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。来了吗？好。给。好吧。筷子。把水都拿点。哎，水。张哥。哎，桃子。给你的。我没花展位费。不要钱，这是展位配套的，拿着吧。给。谢谢啊。跟我这么客气干嘛？有事随时叫我啊。啊。都有。这是展位配套的。哎，筷子，水。我们一人一个，不着急啊。筷子和水给筷子。吃上了。哟，全员，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，还是送晚了。来，咱一块吃这个。哎，别往上放，咱们到这边吃。来。怎么了？离纸远点，我怕溅在上面。真讲究。坐。哎呀，饮料。谢谢。恭喜你啊！这次文房四宝节，你的产品卖的最好。哎，文房四宝，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？我呀，就是来蹭热度的。
纸，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语言。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，记得让我蹭蹭热度，沾沾光啊！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。你看看我这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哪有希望呀？2天了，一单都没开。要是我的话，我早撤了。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，不怕苦不怕累，你就比我强，比我有希望。谢谢你啊，轩言。啊，汉堡，拿回去吃。你刚才说多少？180一个，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，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。这可是明码标价的。我在想，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，它不应该属于那种搞诈骗的那样。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。关键是，他还卖挺好，排队抢呢。我的乖乖！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，啊，大概呢有这么高吧，一拃高，大一点的也要卖280。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，她亏的是个假的。她要是个真的，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，那是出了轨了。我一路上就在想啊，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？是咱们老了，我老了我也不能要他这个东西。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，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，挺好的。别说卖，我爸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。我现在就想了，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？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，我不好说。但我感觉啊，这个做纸啊，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，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取他那个经，我要取他那个经，我成什么玩意儿了？哎呀，这你不要了，你留着玩吧。我留着玩。最后几天了啊，大家坚持一下啊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听见没有？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王浩，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，还辛苦你安排一下。安排好了，3点半开始，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。然后呢，环卫工人那边呢，我也已经确定好了。5点钟咱们大会结束，5点半开始散场，6点半环卫工人一进来，然后就开始打扫。第2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。不是你们可以啊，眼里有活儿啊，心里有数，手上还不乱。哎呀，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。必须啊！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，下次还合作。来。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，过几天我请大家一个大的，好吗？来，加油！可以。哦，时间到了，赶紧开园去，快！行，走了，赶紧的。哎呀，不是这么大老板，怎么蹬个3轮就来了？林主任，你可别拿我开涮了，我给客户送货去。不赚着钱没啊？还行。不是什么还行，赚着没有啊？也就签了6、7万的文创产品。比肖会长他们比起来啊，差远了。哎，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，那也不少了。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，讲诚信，这客户就能留住。林主任，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我得向你道歉。哎呀，我这人啊，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，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。哎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这人啊，就得慢慢品。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，那是响当当的这个。你时间长了，你能品出我2虎是个什么人啊？行，我慢慢品。哎，你快忙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
哎呀，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！天儿不错哈，真好。这林依然他不像话嘛！这领导说话就到，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清理，乱的这。为什么要清理啊？啊，很好呀，年轻人多好啊！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，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。是啊，组织的不错。我是觉得乱嘛，我怕领导看了心。哎，这个牌子谁换的？我换的，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撤。啊？现在啊？你搞什么名堂？马上撤！哎，彭书记，领导的车来了。